重煉傳說新生王篇，作者阿暖。第160章，根本是來送錢的。自從天佑獲得了捆仙絕殺的法訣，成功認主為本命法寶之後，這成子的諸多巧妙，才漸漸被天佑領悟出來呢。其中一種巧妙，便是奪取敵人本命法寶的能力。落嚓一聲，朱七郎頭跟遺藝的靈魂聯繫隨之截斷。當然，在餐廳之內，無人知道這一切都是天佑同學暗中所搞的鬼。眾人只是見到刑天輕鬆地隨手一揮，就把紅色大錘子奪去，握在手上了。謝謝了，這枚大錘子看來是不錯的寶貝，大概應該夠賠償破壞餐廳的損失了。昊天幫眾心想，這個叫刑天的，肯定是在扮豬食老虎，練能力值只有200多，這肯定是花了大代價特意偽裝出來的。這個時候，遺藝才被眾小弟們從坑洞裏拉上來，他心裏委屈啊！老子不過是想要強搶個民女罷了，竟然在這種低等地方也踢得到鐵板。你有種，可是你真的想清楚了嗎？為了這家餐廳和這個女人，值得讓天狼幫和昊天幫結下梁子？恐怕你們天狼幫的幫主不會認可你做這種魯莽的事吧？刑天聳了聳肩，我就是天狼幫的副幫主，天狼幫要跟誰為敵，是我說了算。像你這種騷擾平民、強搶民女的賤人，人人得而誅之，哪管你是昊天幫還是帝京校長的兒子。這一番浩氣凜然的話，說得擲地有聲。要是所謂名門昊天幫真的無恥到要為你這樣的賤人撐腰，那什麼昊天幫也不過是帝京裏的毒瘤罷了。為了帝京的永續強大，我們天狼幫自是當仁不讓，以除去帝京毒瘤為己任，跟昊天幫來個不死不休的大決戰。見過囂張的，沒見過這麼囂張的。刑天這番說話並沒有針對昊天幫，而只是着眼於大是大非。遺藝確實是企圖強搶民女，破壞私人財產，這即使放在以強者為尊的煉界，也不能說是一件正義的事。而對於無恥的賤人，自是人人得而誅之，這是人的本性。要是名門昊天幫真敢為遺藝這件事而出頭，那昊天幫本身就不是什麼好東西。昊天幫要是顧及組織形象的話，就應該知道不能夠插手這種爛事情。刑天這一番說話，賺得餐廳所有食客們的一致喝彩聲。說得太好了，這才是熱血男兒練能力者的楷模啊！不只是天狼幫，要是昊天幫還敢在這件事上進行報復，我們星月堂也不能坐視不理。我泰山派也算一份。泰山派全力支持天狼幫刑天副幫主，群情洶湧，最後遺藝等人只得低着頭逃離雷安餐廳。我們不會就這麼算數的。天狼幫的刑天麼？你走着瞧，煞風景。刑天目送遺藝他們遠離之後，取下自己的天狼幫勳章，灌入練能力之後，將之烙印在餐廳門外的招牌之上。一個天狼幫的印記就此落在木板之上。刑天還在印記上留下了信息：我刑天小爺的嫂子，誰敢打他主意，就是跟我全體天狼幫為敵。雷安則忙着在餐廳裏安撫食客呢。小店內發生的事情打擾了各位用餐，真的很對不起。為了表示歉意，小店將為各位客人發送一張免費餐券，在3個月內使用，可以得到優先訂座。全店的客人們均一致鼓掌。老闆娘，這優先訂座權利我們很樂意收下。至於免費餐券就不用了。你這家店才剛剛開張，小本經營，經過今次事情之後又要重新裝修，不好意思，還要老闆娘你請客啦。雷安老闆娘，我有一個請求，可以借一步說話嗎？待食客們都離去以後，雷安喜滋滋地上到2樓，然後便撲進了天佑的懷中。對不起，
不能夠親自替你出頭。天佑輕撫着雷安的秀髮道。雷安搖搖頭，這是我堅持的，我不想要把我們的事讓天草堂知道。剛才有害怕嗎？天佑問。雷安再搖搖頭，不會，因為我知道你總是會在我的身後，把全局都控制得好好的。那我們今天晚上就試試從後面。你很壞，我不要。啊！咳。當兩人正想要親密的時候，傳來了刑天不識時務的乾咳聲。天佑連忙把伸進雷安圍裙裏的手抽回來。本來我是不想要當電燈泡的，不過正好還有點事情要交代。刑天把厚厚的一捆大鈔放在桌子上。那件叫什麼朱七郎頭的法寶剛剛賣出去了，這個價格是由周柏豪負責談好的，聽說比市價要高大約50%，不過條件是我們都要簽下保密協議，絕對不能夠透露買家的身份。原來剛剛叫住雷安的那名餐廳客人，乃是帝京裏一位低調的大人物，他有一個嗜好，就是收集所謂的古董寶貝，就是指那些觀賞價值和歷史價值遠超過其作為本命法寶價值的奢侈品。那維藝的朱七郎頭正是屬於此種奢侈品。這是維家為了凸顯維藝少爺世家子弟身份和品味，而動用家族財產替他添購之物，相比起其價格來說，是中看不中用，只算是一種身份的象徵。雷安看了看鈔票下面壓着的一張成交單據，銀碼竟然是5000巴爾。要知道，天佑以市價1倍半買下的這棟房子，才不過1200巴爾。5000巴爾麼？讓雷安餐廳連開3家分店都夠了。這維藝麼？根本不是來搗亂，而是來送錢的。天佑頓時對刑天的感激又多了幾分。這一次碰到的鬧事事件，完全屬於意外，正好碰上刑天等人跟天佑約好在此吃飯。這位好兄弟二話不說，甘願替天佑出面，站出來保護雷安餐廳，更不惜為此跟昊天幫打對台。這一份為兄弟不惜兩肋插刀的義氣，在現今的功利社會，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雖然說好兄弟不應該斤斤計較，可是刑天今次幫了這麼大的忙，怎麼說也應該好好答謝他。天佑心裏想。天佑之所以不願意讓身份曝光，也是為了要保護雷安，免得又會像上次在劍神峽谷般，被壞人為了針對天佑而連累了他。天佑感謝的話還未說出口，刑天就緊握着他的雙手，臉上盡是感激之情。天佑，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有這麼一個大賤人突然蹦出來找抽，這根本是一個給抽他的人當周刊封面人物、英雄救美、警護精奸的大好機會。可是兄弟你竟然躲在暗裏，把最辛苦的事情都偷偷幹了，及把出風頭的位置完全讓了給我，這樣我鐵定上了下一期所有八卦雜誌的封面了。從此我就成了帝京全體女生的首席男神了，說不定我們天狼幫幫主都要把大衛禪讓給我了。哈哈，我刑天竟然結識到這麼大氣慷慨的兄弟，真是不枉此生。刑天的感謝還真是出於真心的，就憑他本人的實力，要應付維藝的朱七郎頭，真的是有點勉強。戰敗事小，讓賤人囂張這種事情，刑天是絕對接受不了的。見刑天還一副好像欠了天佑一個大人情的模樣，天佑心想，大概也不用答謝他了。天佑，我一定要好好的答謝你。你想要偷看我們天狼幫那位女神 BB 的內褲？隨便說，我刑天拼了這條老命也給你弄來。雷安向天佑道：你們私底下常常交換這種照片的嗎？待會讓我查看你的腕錶。刑天見說錯話了，連忙就閉嘴告辭了。不阻你們小兩口休息了，天佑，我們回帝京再見。對了，雷安嫂子。什麼？剛才天佑撩起你的裙子時，我不小心也看到你的內褲了。
我喜歡這種有繩子的。雷安俏臉擦地一紅，雙手掩住了屁股。刑天還未說完，就被天佑用捆仙絕殺綁了，丟出去了。本章節完。原文小說請到搜尋器搜尋重練傳說，目前原文進度已到第8季，歡迎免費閱讀、訂閱或購買實體書。以上有聲小說由暖島出版提供。